美国参议员重提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美国国会议员重新提出一项法案，可能为针对中国将大量穆斯林少数民族关进在教营进行制裁铺平道路。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由美国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和美南德兹共同推出。根据这项法案，美国国务院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情报部门将设立新的职位，负责研究跟中国继续进行的再教育计划相关的议题。据悉，中国当局将多达10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维吾尔以及哈萨克吉尔吉斯穆斯林，送进法外的政治洗脑中心。维吾尔人正被转移到中国。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大力推动同化政策，一方面进行大规模任意拘留，另一方面以在就业名义下将维吾尔人转移到中国内部省市。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最近和田和墨玉县有167名维吾尔年轻女子在转移就业计划框架内送往江西，她们被送到那里的工厂作为廉价劳动力工作。繁华抗议活动正在继续举行，土耳其内格德和加齐安特普市举行了示威活动，以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镇压政策。为了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镇压政策，内格德手联手协会以及其他民间组织共同举行了游行活动。与此同时，加齐安特普民间组织协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关注东突厥斯坦局势。另一方面，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办的展览会上，介绍了东突厥斯坦的压迫。利比亚海岸发生小艇沉没故事，117名移民下落不明。利比亚海湾18日发生搭载移民的橡皮小艇沉没故事，3人获救，包括2名婴儿和1位孕妇在内的117名移民下落不明。据意大利媒体报道，该小艇离开利比亚加拉布里时搭载120人，在海上漂流了10个小时后开始下沉，船上的民众纷纷溺水。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妻子在法国寻求庇护，被中国当局以受俘指控拘押在中国的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的妻子格雷斯梦向法国寻求庇护。在接受法国广播电台采访时，格雷斯梦说，他担心自己和2个7岁儿子的生命安全。他同时表示自己接到过奇怪的电话，还曾经有一对中国夫妇尾随他进入一家酒店，试图收集有关他的信息。